再笑一个，真难看。咱商量个事儿，你怎么又开始了？你吃你饭呗，你别扒拉我啊。拿走。拿走。我拿走。好吃吗？吃点开胃萝卜怎么样？啊？吃不吃？吃啊！爸爸做的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拿走。他们天天说你不笑，这不笑了吗？咱们高冷是不是啊？再笑一个，真难看。